你想唔想喺馬年入面咧就生意興隆啦、升職加薪啦、人際關係樣樣嘢咧在於你嘅掌握，尤其是係好多人咧走嚟咧去扶持你咧，去造就你啊，去吸引更加多嘅貴人咧去圍繞住你咧。今日 Ken Sir 咧就教大家咧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去幫你咧就提升你嘅貴人運，幫到你咧喺唔同嘅範疇咧都可以心想事成喎。記得攞張紙攞支筆抄低佢。好多朋友覺得咧風水係一個好有效果，亦都幫到好多人，亦都製造咗唔同嘅結果。但係礙於咧好多朋友覺得咧自己嘅經濟能力啦、宗教上面嘅潔癖啦、屋企人嘅反對啦，或者咧就係一間屋嘅形態上面嘅限制咧，導致佢哋咧就不敢運用呢個風水能量咧去提升自己。如果你有呢一方面嘅問題嘅話咧，你私底下咧可以聯絡翻 Ken Sir 啊，因為咧無論係價錢啊，或者擺設啊，或者其他嘅限制咧，Ken Sir 都可以幫你咧去迎刃而解。如果尤其是你覺得咧風水係一個高消費嘅叫做咧投資項目，自己未必可以處理到嘅話咧，Ken Sir 現在有一個好特別嘅優惠咧，去方便咧就所有信風水但又未有機會運用到喺自己身上嘅朋友咧，用一個優惠嘅價錢咧去幫到你哋咧去提升翻咧你嘅個人能量，掌握到自己嘅事業啦、金錢啦、地位啦、關係啦，同埋咧就係啦你自己嘅心願可以達成咯。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第一次入嚟睇嘅朋友，如果你想繼續咧收取我呢啲免費嘅資訊咧，就記得訂閱，仲要撳埋個提示令啊，個叮當個 bell 啊，咁我有新片咧就第一時間可以通知到你啦。基於咧呢個方便嘅講解咧，我就直接咧就影落去啦，就係咧你見到我而家咧就影住一個啦鬧鐘，呢一個鬧鐘咧就唔係要你整響佢，你見唔見到咧入面咧我將個時間啊即係較快咗啊，尤其是啲秒針係行得快咗嘅，係唔不合呢個正常比例嘅。而你買一個鐘翻嚟咧，佢有一個咧秒針，嗰個秒針咧就24小時咧不停咧咁同你喺度喐動緊。如果你咧掌握到你自己嘅貴人嘅位置嘅話咧，你將呢個銅鐘咧擺嗰個位置，令到咧你嘅貴人運咧就24小時咧都喐起咗佢。環境能量嘅風水嘅力量就嚟自於所有嘅動像。咁你喺你自己嘅旺位咧，就擺呢個鐘喺度，讓個秒針咧就為你咧吹動起咧就呢個貴人，幫到你咧喺呢一個啦馬年啦，呢個2026年啦就心想事成啦。升職加薪啦，生意興隆，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咧好多貴客上來啦。更加可以幫到你就係咧好多人咧願意走嚟扶持你咯。咁好好地珍惜呢一方面嘅資料啦。咁我稍後就會為大家去講解翻咧你嘅唔同嘅年份有唔同咧嘅用嘅方位，亦都會有唔同咯。所以大家咧係必須要珍惜呢一方面嘅資料，為自己咧呢個馬年咧就提升自己啦。你可能會問Ken Sir，咁我呢一個鐘咧有冇啲乜嘢嘅規格啊？有冇啲其他嘅叫做模式咧可以用咧？譬如我用嗰啲 digital 啊，即係啲數字嗰啲鐘得唔得咧？係咪一定咧要用咧跟翻你呢個一模一樣？係，我答你，因為最重要嘅地方咧，最好就跟翻我一模一樣，用翻呢一個咧就係金色嘅，最好係金屬啊，唔好啲電鍍膠嗰啲啊。因為最重要嘅地方啫，始終咧就係用金屬咧，亦都代表咗，亦都代表咗黃金咁嘅意思啊。所以咧，一定要跟翻呢一個係一模一樣嘅模式咯，明白嗎？假如咧你嘅出生年份咧係呢個1964年、1974年、1984年、1994年、2004，或者咧呢個2014年啦，嗱，聽清楚係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啦，喺呢個2026年咧馬年入面咧，你嘅貴人位咧就在於呢個正東方，所以咧嗰個咧金色嘅喐動嘅鬧鐘咧，即係有秒針喐下喐下嘅咧，就最好咧就擺喺呢個正東區啦。不論咧係你嘅房間啦、你嘅工作室啦、你嘅家居啦，同埋咧就係你嘅叫做 partition 位都好啦。總之係以你嘅位置坐喺度嘅正東位嘅方向咧，
就係你嘅貴人位，喐動起呢一個貴人位咧，可以幫到你咧就地位提升啦，同埋咧就係呢個金錢咧就容易咧就兜口兜面咁樣吸埋嚟咯。不論咧你係職場嘅朋友咧，都可以幫到你升職啦。咁如果做生意嘅朋友咧，就可以幫到你吸到一啲咧好嘅客戶，同埋咧容易達成呢個交易啦。假如咧閣下咧係呢一個啦，1965年、1975年、1985年、1995年、2005同埋咧就係呢個2015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嘅貴人位咧就喺呢一個啦西南區啦。呢個西南區咧可以幫到好你咧，就喺一個咧就尤其是喺呢個財運上面嘅提升啦，亦都幫到你咧，就係咧對好多事情咧就會精靈咗啦，睇嘢咧就會咧好多細節嘢咧就逃唔過你嘅法眼咯。不過最主要嘅地方都係幫到你咧喺財運上面嘅提升咯，有呢啲貴人運去提升到你咯。咁啊，所以咧記得將你嘅呢一個金色嘅秒針嘅鐘就擺喺呢一個西南區啦。假如咧閣下咧係呢個1966年、1976年啦、1986年、1996年啦、2006年同埋2016年咧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嘅天干咧，你嘅年份嘅天干咧就係呢個丙字，你嘅貴人位你就着數啦。咁啊，2026年咧，除咗係你嘅年份係丙嘅年份之外咧，亦都係咧你嘅貴人最旺嘅年份，因為你有兩個位置係兩個重複咁講係兩個位置都會有呢一個叫做貴人扶持嘅位。咁一個咧就係西南區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東南區。咁啊，你可能會問咁 Ken Sir，咁我應該咧將個鐘擺邊一個位置剩咁樣。咁睇下你自己咧，好想去達成啲咩效果啦。如果你想咧增加咧你呢一個財運或者呢個達成交易嘅運嘅話咧，最好就擺呢個西南區咯。但係你咧好想咧令到自己咧，譬如你係職場朋友要升職加薪先至令到你嘅收入提高或者你想你嘅名氣可以得以提高嘅話咧，咁個動鐘咧就擺喺呢個東南區咯。咁你話我可唔可以擺兩個吹動兩個位咁其實咧就好直接咁講咧，一間屋咧太多鐘嘅話咧，就會有呢個時間錯亂啦，亦都影響咗一個人嘅精神意志咯。所以唔好貪心，搞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喺唔同嘅位置，而擺就適合咧嘅發生嘅結果咯。再重複咧，就係要財就擺呢個西南啦，要呢一個地位咧就擺呢個東南區啦，悉隨尊便啦。假如咧閣下咧係呢個1947年、1957年、1967年、1977年啦、1987年、1997年啦，你嘅年份出生咧嘅年份咧就係呢個丁字啦。咁咧喺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講明立春之後出世1月出世嘅就歸上一年嘅，呢個溫馨提示翻咁你喺立春之後出世嘅話咧，咁你嘅年嘅天干就係個丁字。咁你咧喺一個2026年入面咧，你嘅貴人位咧就係在於呢個係呢個正北位。呢個正北位咧可以幫到你咧，就係呢一個地位提升啦，同埋呢個財富可以增加咯。咁記得將你嘅金色嘅動鐘呢個秒針嘅動鐘就擺喺呢個正北區啦。咁幫到你咧，就多啲人去扶持你，係金錢同埋地位得以咧去呢一個晉升啦。假如咧閣下咧係一個啦，1948年、1958年、1968年、1978年、1988年同埋1998年出世嘅朋友，其實基本上咧逢八字尾出世嘅朋友咧，你嘅年嘅天干都係個戊字。咁你喺呢啲年份咧，呢個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就歸納咧就係呢個戊年出世。戊年出世嘅朋友咧，喺2026年咧，你嘅貴人位置咧就係呢一個西北區。你要善於咧運用呢個西北區咧，擺呢一個金色嘅秒針動鐘咧喺呢一個西北位嘅話咧，就可以幫到你咧呢一個財富上面咧就得以提升啦，亦都咧喺呢一個地位上面受到好多人嘅尊重。可能你唔係一個咧好想行前嘅人，但係自然有好多人咧就圍繞住你，亦都咧就咧跟隨你嘅意思嚟去行咯。你亦都可以咧做到一個號令嘅角色咯。善於利用把握自己2026年擁有嘅優勢戊年出世嘅朋友。假如咧閣下咧係呢一
個啦，1949年啦、1959年、1969年、1979年啦、1989年、1999年啦，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出生嘅年份咧嘅天干咧就係呢一個己啊，自己嘅己啊，就係呢個己土啊。咁而咧，你喺呢個2026年啦，你嘅貴人嘅位置咧就在於咧就係呢一個東南區。如果你善於咧把握一啲喐動嘅物件啦，正如 Ken Sir 建議俾你嘅有秒針嘅動鐘啊，呢個金色金屬做嘅係金屬做嘅動鐘咧，就擺喺呢一個啦東南區嘅話咧，就可以幫到你啦，就係你會發覺到自己思路就非常之清晰啦。好多人啦，你要分好多人咧走嚟幫你哋分到啦，邊啲係真啦，邊啲係嚟攞嘢啊，定係邊啲嚟搞震，所以咧幫到你咧喺呢一個啦名氣啊地位都可以得以提升，同埋你好甩到邊啲係真神，邊啲係假鬼，邊啲咧係扮幫你咯。你會發覺到自己係突然之間咧係精靈咗好多咯，所以善於利用呢一個金色嘅秒針鐘咧去幫自己運用到呢個貴人運啦。假如嗰下咧係呢一個零字尾出世嘅，即係呢一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1990同埋千禧齊頭2000年出世嘅朋友咧，你嘅喺呢個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嘅年份嘅天干咧就係呢個庚金。呢個庚金嘅特質嘅地方咧，就喺呢個2026年啦，呢個貴人位咧就恭喜你啦，有兩個，分別咧就係呢個西北區啦，同埋就係呢一個正東位。如果你想呢啲貴人扶持你咧，保護你咧，令到你扶搖直上嘅話咧，咁你咧就將個動鐘咧就擺喺呢一個正東位。咁如果咧你好想咧幫到你自己嘅財富或者咧去感應到得到邊一啲就特別容易揾到錢嘅話咧，咁你咧個動鐘咧就應該擺喺呢個西北位。記住一樣嘢，搞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千祈唔好貪心，就將呢一個動鐘咧就買多幾個，就擺幾個位。你要記住，鐘太多咧就會出現呢個時差，唔係你會有呢個生理時鐘嘅時差，係會搞到自己咧嗰個咧精神錯亂啊！呢度又係鐘，嗰度又係鐘，搞到自己會有呢個過分嘅精神緊張咯。所以鐘只可以擺一個。咁如果咧你話咧，我想擺我唔想嘥咗另外一個位置嘅話，你私底下再聯絡翻 Ken Sir 啊。假如咧閣下咧係一字尾嘅年份出世，即係1951年、1961年、1971年、1981年、1991年同埋2001年立春之後強調話俾你聽係立春之後即係2月4號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年嘅天干咧就係辛金。呢一個辛金咧，你喺一個2026年咧，你嘅貴人位置咧就喺呢一個東南區。你善於利用呢一個東南區嘅話咧，你會發覺到自己咧可以號令天下即係乜嘢好多人願意去跟隨你咯，你嘅名氣先名而去後利咯，亦都多咗好多人就會聽你嘅意見咯。咁亦都可以提醒到你你一定係要多人認識咗咧，你先至可以去賺到呢一個金錢。所以就唔好急於就即時就見到利益先至去同人交往咯。善於利用呢一個動鐘咧，去令到你嘅貴人去跟隨你、支持你，咁你就好容易就攞到你嘅回報啦。假如閣下係呢個1952年、1962年、1972年、1982年、1992年同埋2002年嘅朋友咧，你嘅年嘅天干就出現呢個壬，呢個壬水。呢個壬水咧喺呢個2026年入面咧，你嘅貴人位咧就在於呢個正北。而呢一個正北嘅位置咧，就幫到你啦，就係呢一個地位啦、金錢啦，同埋咧就你會發覺到好多人咧，唔單止係支持你、幫你，仲係好喺度保護你，即係有任何人喺背後講你一啲負面嘅説話咧，佢都會同你有呢個死撐到底咯，去幫你嘅情況咯。所以咧，記得咧就將呢一個有秒針嘅金屬做嘅鐘咧，就擺喺呢個正北區啦，令到呢一個就財啦。地位啦，同埋呢一個鐵粉去保護你、支持你啦。
假如咧閣下咧你出生嘅年份咧就係呢一個咧1953年、1963年、1973年、1983年、1993年同埋呢個2003年出世嘅朋友咧，你年嘅天干啊就係呢個癸水，當然一定係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啦。你會發覺到咧，你今年咧你自己咧嗰個啦貴人位咧就在於咧就好特別，你嘅貴人位就在於咧你全間屋嘅中央，所以咧。你將個銅鐘即係呢一個有廟針啦，呢一個金屬做嘅銅鐘咧，就擺喺全屋嘅中央，咁咧就可以咧就會催旺翻起嘅貴人，多好多貴人咧去扶持你。仲有喎，因為你呢個係中央位咧，幫你嘅貴人咧，佢大部分咧都係咧唔係咁容易出手去幫人，過往亦都係一個隱世高人啊，或者嗰啲咧叫做關人隱事嘅特質嘅地方喎，所以咧你係好好地把握同埋珍惜啊，因為呢一啲啦隱世高人唔會咁隨便去幫人咯，所以如果你係要追求財富地位或者咧呢個名氣或者甚至乎呢個異性緣亦都因為呢個貴人嚟幫你去達成到咯，善於利用同埋把握全屋嘅中央位，幫到呢一個癸水嘅朋友，癸水年出世嘅朋友。